各位天使機頭前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歡迎大家準時收看《福喜來咧》，我係鍾意權阿權妹。好，吃到亞一包的天使真係老老的哦。古時候亞一包嘅哈，就會開始這個要開始囤積脂肪，準備過冬了。古時候阿權妹亞一包嘅就是冬上會吃東西呀，很嘴饞有冇？要這時節紅老老嘅天使，今後就會吃一碗小小嘅甜湯。哎呦，嘅吃下去就會知道心情動好，有種動療癒嘅感覺。古時候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，也是老多會知道當小男很甜蜜、當幸福嘅呀甜品哦。細細嘅來分享，今日節目底度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呀，這個有數甜品嘅頭家娘陳玉梅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陳玉梅。很高興今天來這邊跟大家做分享，謝謝。好，歡迎玉梅姐來到節目當中哦。謝謝。今日你看貴族的黏黏，全部就會好色的呀點心，然後真的是看過去就覺得好療癒的感覺哦。是，就是甜品真品會給你一種很幸福感的感覺。沒錯，對，填補自己小確幸，每天的小確幸。對，每天的小確幸。但是怎麼跟玉梅姐可以身材保持得這麼好呢？運動是為了下一餐的吃。沒錯，還是要吃就對了。不過一開始先同大家來分享吼，阿權妹也看過去知道青色盒呀。寒天來食嘅就係呀小仙草，其實呀仙草同多蔬菜都有種，人講嘅星座嘅關係呀，苗栗嘅石潭嘅仙山啊，同多蔬菜都有啲嘅種仙草。來問一下玉梅姐呀，烏卡嘅這個仙草係用哪一片嘅仙草來做嘅？我們用關係的嘅仙草，怎麼解按到嘅產地會想到講要用關係嘅呢？我嘗試過很多不同地方的仙草哦，所以其實真品大造蔬菜嘅都有去用過，都有用過，大同小異。但是最後我們會選擇這個關係，是覺得它的味道比較甘醇，有回甘的味道，然後仙草的味道比較凸顯。哇，而且其實也離你的所在地還比較近嘛，對不對？我們減少這個食物的里程。是，對，嗰時候可以用呀關係嘅仙草。關係嘅仙草，再講拿來煮，你可以用原料係仙草乾，還是說是其他的原料？我用它的已經濃縮好、煮好的，然後再烹煮我要的比例。嗰時候係仙草嘅小農加的，種仙草嘅人加到先自家煮過，自家煮嘅。哦，那像家的自家煮，因為像按用同其他嘅農友這樣子來做合作啊，等於說你也會去看其中嘅仙草嘅呀的農體呀，當然也會去看他們的工廠，他們製作的過程，對，一定要篩選過，因為我們是面對消費者端嘛，所以我們一定要為消費者把關。這一點我們就是比較堅持。對，所以連呀農體種仙草跟農體就有去看過哎，全部都是關都要把握好，確保好它的安全就對了。對，沒錯。不過你講這個濃縮的仙草跟這個濃縮仙草汁買進來以後，你還要自己再過來加工嘛，對不對？要做這個燒仙草，可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什麼呀燒仙草按樣板來煮呢？一般家庭主婦都很容易烹煮，就是買回來你按照你要水的比例，大概1:3、1:4，就是濃縮仙草汁可能1比水可能3呀4，對，大概這樣的比例就我們對我們而言覺得是黃金比例，覺得最好喝，那個仙草的甘醇度是最剛好，然後去開水煮開以後，然後有些人是不加太白粉、素薯粉，就直接喝那個仙草原汁。仙草的原汁，對，就這樣子喝，其實還蠻好喝的。那有些人喜歡吃濃稠口感，對，就像湯匙有時候勾芡過的口感。對，有濃稠感。不過像呀勾芡嘅呀材料有當多種，嘛嘅太白粉啊、素薯粉啊，其實有當多種，還有什麼甚至日本太白粉、地瓜粉，有當多種無同嘅粉呢，都得來做勾芡。那是不是可以請玉梅姐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用無同嘅粉呢做出來的勾芡效果有什麼不一樣？我覺得一般就用一般家裡有的材料就可以了，因為家自己用的一定都是就方便，然後你習慣。然後也是你自己親自採買，我覺得都 OK， 不用刻意為了煮這個，然後去買一樣東西，然後囤積太多
就浪费了。对，那家里一般家庭主妇都有太白粉、素薯粉都可以，地瓜粉都可以，地瓜粉也可以，番薯粉没做的也可以，但是它那个比例，地瓜粉会比较浓稠一点，它稀一点就好。对，再少一点，这个是小技巧哦，再少一点就好。对，古时候可以用番薯粉来做勾芡的发吼，记得不用太多，它会太浓稠、太硬嘛，对不对？那太白粉跟素薯粉就还好，就可以，对，就还 OK。对，好，那请问您用的这个小咸臭黑用嘛该粉了？日本太白粉，日本太白粉，日本太白粉，它是马铃薯做的啊，就是马铃薯淀粉嘛，对，马铃薯淀粉，它口感我觉得比较细致，比较细致。好呀，它就来不容易结一块一块的，你吃尝尝看，就比较滑嫩。对，因为黑讲一般用太白粉的发比较容易结成一块一块。如果没有处理好，对对，哦，试试看，尝尝看，这还堆堆堆的感觉，咕噜咕噜的感觉，滑嫩，入口即化。对，而且呢有吃到跟它有没进攻的那种回甘的感觉，就是仙草它特有的那个甘草味，它不是那个不是糖带来的这个甜味，它真的是甘草味。对，就是真的，你吃到这米低度高后，你会吃到有一些的甘，不过又没给这种细甜没感够，而且我觉得，这个甜度非常刚好，不会懂甜。不会觉得有那种吃甜品很负担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人都不太吃太甜的东西，是，但是又希望吃有点疗愈的甜味。对，需要生活中就是需要一点甜味来调剂一下。对，除了呀很甜，而且呀小咸臭以外，那你甜当然就会懂里面好食呀，冰凉凉的咸臭冬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古时候你都有没有出呀咸臭冬？当然有，一年四季都会符合，连冬天都有。对啊，因为有赏识这个秋老虎啊，还是说很甜的时间有赏识一条冬烂啦，大家还是会想要吃一下冰冰的甜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是有从咸臭冬按用的。那咸臭冬又很用的做的喏，仙草冻的比例可能就是素薯粉稍微多一点，让它凝结，粉稍微多一点。对。凝结，因为比较少，它液状比较属于液状的，多一点的话，它凝结的会比较有一点那个更固态一点，对，所以它素薯粉的比例会再调高，对，会再调高一点，古手就会它做的甜冬啦，对不对？比较能沉冻。然后冷却以后，它就是仙草冻了。冷却就是仙草冻了，就是煮的时间，小的时间煮可能会较固的话，不过不用人佢就会变贵的呀咸臭冻哦。其实很简单呢，很简单，一般家庭主妇都很容易在家里制作。对，古时候讲，迄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迄讲有兴趣的话，可能做得去雅布卡夫区呢，做得买到咸臭，也迄讲浓缩仙草汁跟亚流素材，这都不卡，就做得自己去调配一个你最青色合起家的比例，就做得做出那种清孔甜的甜品，对不对？是，虽然有一点麻烦呐，不麻烦，真的吗？为亲爱的人做美食一点都不麻烦。不过你会熬煮那个仙小咸臭的时间，你看按用鬼锅哎，会不会有夹锅，就是掉带那种可能？哦，这个要注意，就是一般这个经验，就是我常常有时候煮的时候。接个电话就洒了一地，因为它在开的那个沸点，它开的那个沸点很容易浮，就是那个对扑锅，会容易扑锅，对，不会讲国语，扑出来，就是容易扑锅，所以要煮的时候小心。咩做唔得咸锅耶？做唔得啊，所以你可能就是要古典火，还有可能要一直给拉嘛，搅拌。小火中小火去煮的话，稍微搅拌一下，稍微搅拌一下，对，就是尤其在后面要开的时候，稍微注意一下就好。按钮就做在做出清火是给小咸臭啊，边冷就边咸臭的东西啊。唔讲谈讲，第一因为自家都有个店后有咧动贴片的说法，我都黑白配。是，什么叫黑白配？因为我做生意过程，很多客人就是有选择障碍哦。我想吃天秤座的人很多选择障碍，可能也不止哦。又想一下吃黑的嫩仙草，又想吃白的豆花，我就说那你就是黑白配吧。哦，就这个我还蛮受欢迎的。所以就是咸臭冬、韩国挑夫法。不用控它，然后再做其他的配料，这样子。对，没错。再选你喜欢的配料。对，所以这样两种都吃得到。对，好棒哦！而且是用这种某 Q 跟 Q 感，吃起来应该会更有层次。
因为你有滑嫩的咸臭冬，韩国又有它绵密一点的豆花，感觉不一样，层次不同，吃起来更有变化的感觉。但像按用鲜虫鸭，有看到一碗这个看起来很奢侈的，韩国笋烘咸臭冬跟笋烘。都是牛腩，对，这个是玉梅姐觉得最好吃的吃法吗？我觉得食物它的单纯，就是吃食物的原味，然后配上一点牛奶，甚至于在家里奢侈一点，淋上一点上等的蜂蜜，就很香醇，就很好吃，对。而且其实这样子热量也不高，因为仙草它其实热量就是没有多少，可以当做你就是减重养生的甜品、小点心就对了。偶尔要犒赏一下自己，没错，才有力气走后面的减肥路哦。对，没错。对哦，讲咸臭就是讲的按到，我们讲除了咸臭以外，竟然去做甜品吼，做下点心，有动多种某种用嘅甜品哦，比如讲啥了，一同大家来分享嘅。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很看重这个食物，其实都鸡板就是冻结糖豆跟那个荤桂，对，不用都呀那个鸡的饼底肚有没有？红昂岛荤桂最有名的，小时候很喜欢吃，常常在市场会看到人家叫卖。对，你某熊都呀东西都得起嘎粥呢，年呀鸡板都会起嘎粥嘅，起嘎粥嘅，用那个黄栀子的种子去煮出来的颜色，黄栀子天然颜色，对，天然对，大家看到呀黄黄嘅鸡板，係用呀黄鸡的一种花叫栀子花，栀子花的种子去煮出来嘅色。哦，那它是用什么东西来解冻的？用什么粉？也一样粉类，因为粉类它有凝固的作用。就是树薯粉、太白粉这样，它的比例。好 Q 啊，好好吃哦。对，就很适合夏天，因为黄栀子在中药材里面，它是清凉解毒、降火气的功效，其实它有这样的机能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就是市面上夏天会最常看到。对，而且其实都係真嘅係一種完全的 Q 彈，韓國又唔會太硬，又唔會太軟。哦，一捱打槍水就知道捱做嘅食鬼啊！第一個韓國唔是講係鬼穩嘅甜品向下食下去。唔過好，今日節目當中還有咁多東西，我同大家嚟小結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陣來哦。好，分享大家有陣到福起來咧，我係做一群阿群妹。今日節目當中，好同大家來分享呀，韓來攞嘅寒天，做得來什麼嘅呢？做得來是一碗甜甜嘅甜湯，就會食到心肝肚四肚，沒吃到東小暖咯，東小暖到幸福嘅感覺。古時候，接下來來問一下呀，有冇知？你作為按到冇香用嘅甜品，按到種冇香用嘅材料，人家講到嘅鹹醋，講到呀雞板，其實還有凍到種，大家有犧牲呀甜筒就底，太多種配料了。有吃到你做起來輕挑戰、輕困難嘅冇？經驗累積，其實到目前為止都還好，但是我覺得最麻煩可能就是芋頭哦，因為我自己最喜歡吃芋頭控，我也是。什麼芋頭相關產品我都很愛。那因為自己店家裡面的產品就一定要有芋頭這個產品這個品項嘛。那全台灣的芋頭我大概都用遍了。對，大概最有名的就是台中大甲的芋頭嘛。那再來旗山也有。高雄的吃的太認真。對，高雄也有。那常常因為季節的變化，像今年是雨旱，沒有什麼雨季，所以那個芋頭的品質就不太好掌控，然後產量也變少了，尤其是今年。我覺得好粉哦，因為我們用的是芋頭心，因為吃芋頭清涼的就會愛一碗。店美這個蜜芋頭，清涼的就會可能有食到切的某份的那個部位，那個真的會欠。對，不行，點到這種的真的不行。按我們跟它青菜凍一呢，鬼帶色有就是綿密的耶。對，因為我們是去頭去尾的，只用那個檳榔芋的芋頭心。對，用杜翁的鋪分，這個也是你的堅持。
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，我吃到那个没有粉的就很生气，因为其实你花一样的工，可是因为这个材质没有控制好，然后让客人吃到不是很满意，或是自己觉得不满意，就觉得有点可惜。不过你 tell me 都没演呢，就是很可惜。那个你可以做其他的料理哦，对，会做芋圆，不把它拿来做成芋头块，对。芋头块你一定要吃到那个松软，对，绵密，没错。那在煮的时候啊，每个产地不一样，煮的时间也不一样，所以你要拿捏好。可能在第一批，有时候换了不同的产地的时候，你是要试第一批。这一批平常我煮半个小时，现在这一批煮半个小时会不会太久，或是不够久？所以这完全要靠经验呢。经验没有 SOP 没办法，不同的人煮也可能火不小心开大一点就煮太烂了，那口感就不一样。哇，对，所以芋头很挑战，而且它煮完不是当下就好吃，它还要焖。让那个化学变化，芋头糖蜜进去，然后淀粉质跟糖有融合在一起。冻汁就做不出这种甜甜的米线，因为像乌的鸡，有时是你要求口感，故说你想要太低一些嘞，不过太低的底部就没米线啊。要煮久一点，所以就是有挑战，对，是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就是按照一定的时间，我就每一批都这样煮，不太可能，都要试。对，也要完全要靠经验来吃就错嘅。靠经验，对。哇，原来真困难嘅挑战系煮乌的吼，唔单像按呢哦，除了乌的黑呀，这个柚梅鸡鸡，这个做了最有信心的，对吧？现在已经很有信心了吧？有，因为自己很喜欢，因为喜欢吃。如果这关过不了，但一定出不了厨房。哦，有好食嘅乌的以外啊，呀，甜点还有这个挑夫法。对不对？挑夫法其实算是很容易吃到的点心，就是很一般给路烘平民美食，台湾的非常平民的美食，对，同买价就可以尝到的美食。我们刚刚对挑夫法也是有一定的坚持哦。豆花其实大家从小都会吃到大，对，所以传统的做法就是比较常看到可能就是石灰粉。食用级的石灰粉做出来的，我这个挖起来已经有合格了，就是是真豆花，因为有冻豆色嘞，太 Q 哎，就是加粉加太多的，这种颜色起来应该就会知道不行。我喜欢吃真实的豆花。我自己个人还有客人，大部分都喜欢吃比较滑嫩的口感，所以我们夏天跟冬天的做法，就不太一样。我们分夏天跟冬天的，因为夏天是冰凉的，喜欢吃滑嫩的因为可能会搭配一些冰品、甜品的东西，吃起来要更细致一点，搭配冰品要更细致一点。所以热甜的做法配它滑嫩比较 Q 一点的做法。夏天比较滑嫩是用寒甜豆花，那冬天的话冬天是比较传统的，因为它加热汤姜汁，比较能够耐热的，那就是用盐卤做。盐卤下去所以是盐卤的挑夫法。对，因为大家可能去市场买挑夫的时间，挑夫吃的豆腐，没错，你就会唐颖讲，我这个是盐卤的挑夫，懂贵懂厚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矿物质，微量元素，所以吃起来。什么叫做盐卤啊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它是海底的植物萃取出来的。我们常会听到那个什么洋菜粉啊之类，它是属于盐晒干之后所萃取出来的胶质、矿物质，对。然后它其实从日本那边研发过来的，当初日本也是用盐卤在做豆腐，它真的是做豆腐的原料，然后再延伸到做豆花，对，那口感会更绵密，对，跟石灰粉口感不一样。难度听说也是增加了不少，对，没错，因为那个比例，然后因为它是甜盐的东西，所以它也是一样没有标准值，没有 SOP。你跟我按钮做出来给口感，我后来吃过这个盐卤的豆腐以后，我也是很少吃原本的豆腐了，就是口感不一样，对，而且现在消费者都被训练的口都会嘴巴比较刁了，对，会变紧，这会变紧。韩国用这个盐卤的豆腐法，也是讲豆腐，它的豆浆的比例浓度一定要够，对，如果不够就做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也不能
要有一定的比例，也不能太多，那个味道就会变成不能太重。对，不能太重。不过一般的那不会说到给豆腐法呀，还豆腐很多都是豆味不太够，因为稀释的太多了。因为你豆原浆豆嘛，再加上盐卤，所以你豆味一定要够。对，才叫豆花。古时候也就黑很甜的时节做的类似呀盐卤的豆花，然后是搭配这个姜汁，对不对？姜汁，对，姜汁就是在地小农做的种的姜，老姜。对，老姜做的姜汁。对，那咱个糖贡有咱个一类 Q 米是黑糖浆的。黑糖。黑糖是你去给它煮给我们自己熬煮的黑糖蜜。自己熬煮的黑糖蜜。对，用也是台湾在地的黑糖。对，那一片呢不同。新竹宝山的黑糖。所以其实也离你蛮近的。就是用在地食材。对，我们尽量用在地食材。不过台湾的黑糖其实量好像没有到很多。我觉得算蛮。还可以外销到日本呢，我觉得还算不错。对，所以其实够用。我觉得台湾像我们时候出去玩，在冲绳买到的糖，就是 made in 台湾的。哈，真的哦。对，所以台湾的糖其实黑糖是非常有名，品质非常好的。因为一般上都给梧桐，其实梧桐有一件事情，你去超级市场、去超市买到给梧桐，很多都不是真的黑糖。对，然后就是你真正会买真的梧桐，那个价钱不便宜。台湾的在地的食材都比较贵，对，故说你的成本相对也是提高。当然，因为选择好食材，我觉得是要付代价的。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值得，值得。对。除了用呀今后嘅食材，台湾嘅梧桐以外，第二煮梧桐嘅时节，其实它也是有技巧的哦。不要想说黑糖水就是，我就煮一煮加水啊，这样拉按钮就好嘞，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哦。因为有时候煮会被。煮的过程会不小心会喷到，就容易桶嘎捏以后，它的温度很高，你给拉个血，它还会一直弹，它会有小气泡一直冒出来，所以煮糖要非常小心。有录到过吗？有，曾经有烫到，就烫起水泡了。对，所以要小心，真的很辛苦，没有这么简单。而且我们黑糖也不是只有黑糖，我们还有加进其他的麦芽。对。好奇怪哦，因为梧桐它本身已经是糖它本身就是糖了，为什么还要再加另外一种糖？不同的糖有不同的香气，黑糖的香甜，然后加2砂有蔗糖的甘甜，然后再加上麦芽香醇，对，那个糖甜度其实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加了好几种下去，让它的甜度，因为反正都是。大家都觉得都是甜，可是吃起来那个融合在一起，那个甜度比较丰富。熊豆公会按这样组合啊，因为一般人可能没办法会熊豆公不会连接到说，我可以加好几种糖。我们也曾经试过只有黑糖，可是味道比较单调。那加麦芽，我觉麦芽本身也有它止咳化痰的功效，对，所以我们会加一些，然后增加它的浓稠感。OK，是哦，因为我对自家的产品全部就懂了解嘛，韩国没懂有自家的想法不？对，我们都煮自己喜欢吃的，才会呈现给客人，呈现给别人。韩国好刚刚看到豆腐坊有想到一件事情，其实第Noble卖豆腐法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豆腐法它是豆类做的东西，是，故说给懂不会出手态，就是可能一下就不新鲜了。这件事情在卖豆腐法跟使用来确保这个豆腐的新鲜，豆花的新鲜。我们烹煮一定都是当天新鲜的，但我们会跟客人说，就是尽量在1-2个小时内使用完毕，否则这么快1-2个小时，尤其夏天啊。其实我们担心客人买了豆花，担心他带着豆花去逛街了啊，那个就比较对，因为豆类本来就应该要在低温的状态之下保鲜。对。故说银行买种衣服卡，建议大概1-2点钟以内就会收台。尽快吃完哇，要不然就放冰箱。不用冰箱，对，用不用冰箱大概放多久建议呢？买了立刻放冰箱的话，放冰箱的话，隔天应该还好。隔天应该还好。不过低度黑贡有其他的配料好像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不建议。像那个粉圆之类那种东西会容易吸水，容易硬掉。还有那个
粉桂那种东西，只要淀粉质的东西，只要遇到冷、遇到水，它吸水了，硬掉就不好吃了。古时候按用好食的东西吼，你看全部係自家做嘅，也係講自家請嘅來源一啲東西，因為啲全部就同大家來做把關。按好食嘅東西當然愛齊嘅先啦。唔過好節目當中還有動作愛同大家來分享嘅哦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進來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！我係總一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當中愛同大家來分享好食嘅甜湯，食了都會吃到當少年當幸福嘅感覺哦。唔過吼，雖然呀冬節長高體，大家可能長身體呀謝炎，也係講有人講扮演。唔過吼，扮演樣嘅事情對客家人來講無法割捨。沒錯，對，有上次唔過係熱天啊，也係講寒天，就是會吃甜湯的時候，就是會東西會來蹦一下這謝炎，對不對？對啊。古時候，因為今年對我們有來做呀謝炎，而且顏色好可愛哦，是這種馬卡龍的顏色哎。有因應市場。對，你看呀，條前幾排人用白衣來，就覺得好可愛，好療癒，好少女的感覺。不能太單調，只有白色。哦，而且都天然食材。哦。全部都是天然的食材。不過呀，節目看起來都講誒，可以跟大家一一介紹一下不同的顏色，可以用什麼食材來做的嗎？大家最常看到紅色嘛？對，紅色以前都是用那個食用色素，那個粉包粘粉亂那樣那種食用色素。顏色不太一樣，比較鮮紅，比較鮮紅，它是比較淡紅色，它是紅麴做的，而且它就是蛋糕，就是還可以看得到一點的哦。對，可能鏡頭看冇乜該清楚，但是可以看到一點點顆粒，紅的顆粒，對不對？所以這個就是紅麴。然後紫色的是紫薯，黃色的這個紫薯做出來的顏色很可愛，淡紫色。對，那黃色的話，有人用地瓜，但是這個次是用是南瓜，南瓜，黑色的是芝麻，對，芝麻的其實灰灰的也蠻可愛的。對，味道也還不錯。然後那個綠色的是抹茶。這樣子用這樣甜眼給色水，就說可以做出這麼可愛的顏色，我們叫五行。五行，對，我們講五行，食物要講求五行。對，五行小湯圓。我剛剛有說，一粒扮演落去，它是就是傳統客家人清好食的，底部冇包誒，單純的一粒按用嘅扮演。然後吃起來，它就是口感很 Q， 完全不硬，因為是扮演也是又講太軟又講太硬，就是要剛剛好，介於那個有點彈牙，但是又不能口感不能過了，要剛剛好。我覺得老祖宗的他們智慧就是純糯米去磨出來，但是只要純糯米現磨的，它的口感就是這樣子很 Q 彈。你用的扮演是純糯米去磨的，因為其實我前一步有真的有想要來吃過自家做扮演，因為無聊，就是想說自己做一下，不想去買冷凍的，然後自作聰明自家去買個糯米粉，因為啲台北不太好買純米磨的嘛。然後就去買糯米粉，然後就嘎碎，然後自家啲嘅糯就覺得哎呀一定很好吃，不過做出來真的不行，那個軟軟，然後冇乜個 Q 嘅口感，那個是粉做出來的口感。如果是純糯米現磨現做的，它就會有那種 Q 彈的口感。對，所以又 Q 彈又純糯米嘅，嗰種食起來當成啊當好食，韓國也節目看起來有講，對，應該人下看到就會覺得哇好可愛，看它在那個盆子裡面就很想把它舀到碗裡面了吧？要色香味俱全。對，看起來就懂得一下啊。韓國吼除太呀這個好食的扮演贏哦，也不要忽視它順通嘅這個紅豆湯。我不是說我前一步給製作聰明做了扮演嗎？其實我也製作聰明煮了紅豆湯，然後我還想講甜講嘢，我食呀鳳頭湯，我前一安步我就留呀鳳頭的精髓。但是我天嘅愛煮嘅時節哦，
样板煮，佮凤头就会煮唔落，我先用天福嘅翕无煮哦，翕当久煮当久当多摆，还佮用冰粉福嘅底度煮，啊唔过就是没办法煮得好吃。故说今日节目当中，共生农民老二有讲到专家来同大家来分享，什么样板煮这样都得煮到好食嘅凤头汤哦，这真的好难哦。一般。在家里主妇煮，应该都要红豆本来就要先泡一下，像你刚刚讲泡过嘛。我泡一整个晚上，可是泡一整个晚上，它颜色就不见了，会不会太淡了，对不对？颜色就泡掉。但事实上，基本上泡2、3个小时就应该就够了，用3点钟就有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你放足够的水。我会建议家庭主妇可以放到电锅里面去炖，大概2杯的水，2杯水，对，差不多炖个1个小时。然后糖先不要放，对，糖不要先放，糖重得先冰。对，故事等一下哦，重点太多了，先整理一下。第一个重点，迄冰到天福的底度煮，你个凤头的要先浸过2-3点钟，至少2-3点钟，韩国撒下来，个凤头的内锅底度要加有9个水量够嘛，对不对？至少2杯，至少内锅吗？内锅里面。应该说外锅，然后凤头味本身在锅子里面也要加水嘛，足量足够的水，也要足够的水。对，然后外锅这样2杯水按用煮一次就可以了吗？煮都可以挑起了，跳起来还要焖。你看你那个可能泡的时间够不够？如果不够软烂的话，再放1杯水下去焖煮。基本上2杯应该够了。啊，真的吗？那我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可能应大概煮时间抓的话，大概1个小时左右。1点钟就做对嘞。对。然后先抹冰桶给粘饮配满盖，先不要放糖，因为你放糖下去，它的那个淀粉质不容易煮烂。你要等它豆类煮烂以后再加糖下去蜜。啊，唔过哎，迄无卡做的会冰桶，给凤头的就冇米稀呀。那再煮时间一定不够。哦，故说听说爱等凤头的全部就面的落的以后，再个冰桶。对，给按用冰桶以后，还会再个煮嘿。它是要焖煮。再焖煮。对。啊，会冰冇？放什么？要放着，就是比如说让像刚刚芋头也是要放着让它入味。红豆其实跟淀粉质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是，它都是淀粉质的食材。对。那经过它冷却蜜过之后，那个甜味才会融合进去。蜜芋头、蜜红豆、蜜大红豆，所有跟淀粉质的东西都要给它蜜一下。没有错，没有错，这是小诀窍。筋让它整个甜度渗透到这个淀粉质里面嘛。是。对。然后你刚刚可能也可以凤头的，因为刚刚有讲到，其实懂豆东西你就会用菜体的色彩、台湾的色彩。那红豆，请问你是用哪里的红豆？我们用屏东万丹的红豆。没黑台湾呢。因为进口有很多，但是便宜很多，可是食材都没有台湾的在地食材好吃，所以我们都还是坚持用屏东万丹的红豆。哇，故说所有的色彩都在感受到有没有你的用心在里面，就是都有去挑选，而且自家都懂了解，咩懂有自家的想法。啊，唔讲我懂上的地就会讲，像做按用个甜点啊点心，其实懂辛苦，尤其像迄个热天的饭，你要煮呀的东西呀，做下其实懂热天的时间要做呀的东西很辛苦。做嘛干你会想到讲要开呀间店的喏？当初也是，因为我们全家都吃货，喜欢吃，是这样。但是就是去外面，因为这几年大家对食安问题都会比较注重，比较要求。对。那我们也会在意自己小孩子吃的东西到底安不安全、健不健康。所以基本上我喜欢吃的东西，我应该都尽量会煮给孩子吃。哇。对。那至于现在退休年龄了嘛，我觉得有个机会创业，能够分享我们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也是一个成就感。我觉得透过食物传递幸福，传递那份食物的美好，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分享。有人很有感，因为吃货，对，吃货都很有感，就是会觉得吃东西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虽然会胖，那我们就抖运通。对，
对，所以其实传递幸福这一件事情，就会你可以点每个公司的理念嘛。对，所以像这样子传递幸福的理念，也传递到东东银行身上。他们听说有给你一些回馈，让你很感动的事情。常常，我客人店里面客人就是一世成主顾很多，对，就变朋友。对，那中间让我觉得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刚开业，刚开业很辛苦嘛，你会觉得，一碗铜板价的东西，如果你光考究那个回馈那个金钱，对我来讲，其实那个是代价太大了。可是如果说你传达是一个幸福，在别人的，尤其在小孩子他们的记忆里面，那份美好，我觉得这蛮值得。因为有一次一个小女生，妈妈带她进来，就拿了一幅画要送我。我说我还诧异了一下，我说这是什么东西？妈妈就跟我分享，就是她女儿在小学1年级，那时候小学1年级，她老师给她一个功课，就是我最喜欢和最爱的人做的一件事情，她就画了一幅画。有看到相片在那边，很可爱。画了一幅画，就是我最喜欢跟妈妈在有树里面吃冰。就黑地名就给点美红吃甜点。对，虽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可是我觉得我传达的是，那个小女孩在她成长过程当中的那份美好。有这么一件事情是她心里面觉得很美好的，对，我就觉得很感动。那我觉得当下我就觉得我在后面厨房所煮出来的东西就很值得。对，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。那我常常会跟人家分享，虽然是一碗小小的豆花，但是你可以传递的是他永久的记忆，永久的美好。对，其实谈到亚当问题，应该是用下一张问题就不是问了。我下一个问题本来是要怎么行销，要怎么推广店面，好都一穷不是问呢哈。行销啊，其实行销对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而言，其实是有一点困难啊。现在就是3C的世界嘛，对，网络对我来讲，网络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最弱的一环。但是有时候想想，也是我最强的一环，因为我的行销都是我主顾客帮我做推广的。对，就是靠口碑嘛，靠口碑。就刚刚讲的老幸福传本泰嘎，然后泰嘎再跟老幸福再传给大家，直接靠口碑，直接口碑。对，所以因为有这些口碑，喜那点美就可以。也是一个意外，对，美丽的意外，而且是在这个头沿一胎给这个购物商场，是，对，也是一个美丽的邂逅。对，有新的店面在这个购物商场，韩国没有新的产品流，对不对？稍微介绍一下。这个新产品，我觉得看到的产品，我觉得也值得推广，很开心，也是跟我的就是经营理念非常符合，而且好可爱哦，有健康的，养生的。环保的对自己身体环保的花果茶，对花果茶，所以其实你要有个甜品系列，全部就会本人温暖，本人幸福，还有所有嘅食材安全把关，因为有每件嘅坚持是对。我说今天很开心，做在汤圆分享案度，什么有每件哦，谢谢你来到节目里面，谢谢。汤圆有舒服动作哦。故事好，今天节目就先到呀，等下休息一下，看下来认识发表嘅知识咯。